好，坐运人有够济，找无位，阁无想要徛，要安怎？台北都有乘客家己早椅仔去坐运，也人上济时找无位，伊就坐家己的椅仔，阁坐伫车厢中哦。站务人员去甲扛，即个乘客才甲椅仔收起来。好，台北坐运就讲话啊，乘客要坐家己早椅仔，会去影响到别人出入，违反到大众坐运法，若可袂听，上当会当罚7,500。下车好吗？家己准备当收合的椅仔，互站务人员扣扛了后，要求退找位，佮讲请站务员提轮椅。站务员回应会当协助就医，也是落车。查甫人拒绝，甲来这个椅仔收起来。女客是讲，已经连续3个月看到伊家己穿椅仔上车，节目时间就坐伫个一群人中央。比较密集人潮的时候不适合，原本捷运的椅子应该就是最理想的。人少不影响到其他人是还好，但是的确捷运上有时候会晃，或者是速度的话是有点安全疑虑。台北捷运是讲，捷运车厢内家己穿椅仔坐，影响别人进出，会违反大众捷运法第50条规定，会当罚1,500至7,500的罚款。另外，根据台北捷运系统旅客司知，旅客会当把椅仔当作随身行李站，不过爱下行李寸尺的规范，而且爱好好保管，袂使造成其他旅客不方便。设置的椅子都不是只有单纯坐的功能，固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说列车或车辆如果碰撞或者是其他的震动或摇晃的因素，旅客不会从上面跌倒或压到别人的这个状况。专家表示，公共运输座椅的设计有安全考虑，旅客坐家己穿的椅仔有受伤的风险。不过对营运者来讲，嘛是会使思考的方案，像讲台北市部分低底盘的公车有设置固定伫车厢内降扭落来坐椅仔，离峰甲尖峰就当做无共的运用。记者采访报道。